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9节和43节，和西雅书第10章第1到第15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第1到第1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祝福。马可福音第10章第1到15节提到了2件事情，都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第一个是有关于休妻的诫命，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说耶稣基督又提到了婚姻的观念。在这个之后，他又提到了对待儿童的事情。耶稣基督的门徒嫌这些儿童太吵了，因此拒绝小孩子们。圣经记载告诉我们门徒们的态度。圣经说，有些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请耶稣摸他们，门徒却责备他们那些人。但是耶稣基督告诫门徒们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像这样的人一样。因为上帝的赐福是给了选民，也给了外邦人，给了大人，当然也给小孩子。而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、门徒，更应该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而不是成为别人蒙福的阻挡者。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5节，为了这段经文标了一个主题：耶稣祝福小孩子。但是可惜的是，门徒们却成了儿童受祝福的阻挡者。马太福音第23章13到14节的经文，耶稣基督批评经学士和法利赛人说：你们要记住，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，绝不能成为他的子民。你们这般伪善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要遭殃了。你们当着人家的面前，把天国的门关起来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。关于婚姻这样的祝福，其实也是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基督说道：可是太初在创世的时候，上帝造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结合，两个人成为一体。既然这样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。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拆开。这对于现代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经常看到人们在预备结婚的时候呢，都非常的兴奋，耗费许多的时间、经费、人力来预备结婚的事宜。亲人朋友也都兴高采烈地带来礼物和祝福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却时常看到人们在感情出问题的时候，
并不愿意努力去解决感情的问题，随意的离婚。许多人放弃婚姻的情形，很像是在丢垃圾一样的样子，非常的随便。看清这个与他们预备婚姻的情形是完全的相反。另外也有人轻看婚姻，他们不忠心，在婚约当中轻看婚姻的重要性而行了奸淫，得罪了上帝。其实要蒙福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，需要努力的。有些婚姻专家喜欢建议或是劝勉说，婚姻需要经营的。但是就牧师的角度，牧师认为，如果讲经营，就会有经营者与被经营者，在夫妻相处的关系上面，基本上就已经有了成见。牧师的问题是，到底谁是经营者，谁是被经营者，谁是被管理者，谁要听谁的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到最后都会让婚姻开始出现问题。耶稣基督引用了创世纪的经文提到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结合，两个人要成为一体。既然这样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婚姻，才是一个蒙祝福的婚姻，才不容易出现问题。圣经其实是常以夫妻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人的关系，因为这样子，我们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婚姻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曾经在户政事务所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，看起来都是还未成年的样子，登记结婚才半年，到户政事务所就为了要办理离婚的登记，这是听他们在讲。当然就法律的角度来说，他们是合法的，也是他们的权利。但就如同耶稣基督所提到的，虽然摩西律法允许，摩西准许丈夫写一张休书给妻子，就可以休弃她。但是耶稣基督进一步又说，摩西给你们写这一条诫命，是因为你们心肠太硬。过去几天我们分享了何西亚先知他的预言，他提到了以色列人的不忠心，如同淫妇一样的不忠心，犯了奸淫。他们对上帝不忠心，也在政治立场上面不忠心。何西亚书第10章第1节到第2节这样提到，以色列人像多产的葡萄树，他们越繁荣，祭坛也越多，他们土地出产越丰富，所拜的石柱也越华丽。他们心怀诡诈，所以要因自己的罪受罚。上帝要粉碎他们的祭坛，摧毁他们所拜的石柱。基督徒应当努力追求和上帝之间亲密而美好的关系，而不是随意转头离去，不敬拜上帝，就去拜巴力，敬拜偶像，这不是蒙福之道。
珍惜上帝所赐的救恩，与上帝和好又亲密的关系，就如同耶稣基督要求让孩子们来亲近他一样，这样才能蒙福。诗篇107篇第1到第9节43节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所救赎的人啊，要重述这颂赞。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西南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，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又饥又渴，一切希望都断绝了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带领他们走直路，直到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，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。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，使饥渴的人饱餐美食。43节，愿智慧的人详察这些事，愿他们体验到上主不变的爱。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基督，将救恩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蒙福。感谢基督提醒我们，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，才能进入天国，成为蒙福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